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5处的临时会上午召开第1处的听诉委员会，会议由赵一麟、郭信良议长主持，出席的委员包括副议长李文俊、议员罗坤福、李中琴、蔡玉辉甲郭宏仪。市府方面由副市长戴谦、带领秘书长甲各局处的首长列席。会中确定临时会对12月14到23召开。另外，16号上午将安排客家88庆庆吉案的专案报告。今仔叫我感觉来报告一下啦吼，交政风处我感觉历史说明一下，是安怎？甲分局长会当事先讲无关系，就我感觉不管安怎，我希望今仔叫我会当排伫12月22啦吼，专案报告一下，到底发生的始末是啥？有所了解，伫侦查不公开原则之下，爱有议员知啊，无议员拢唔知，甲先有到底有暗间选情无？到底故意影响选举无？还是啥物状况？我感觉执政党爱还有这个知的权利，议员有这个权利，我爱知啦吼。原则上就12月16号就这个就如同蔡委员所讲的请警察局来做这个88枪的这个专案报告。好，14号至12月23号，会期至10天，在永华议事厅我们这边召开。那主要是继续审查本市110年度台南市总预算及附属单位的预算案。台南市112年度总预算税率981亿，税出1025亿外。因为还有4个局处还未审完，进前经过议会党团的协商，希望伫第3届的年内会用完成每年度的预算审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